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号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是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湾甲保留旅游气泡，目前是以旅客唔免居家检疫的方向规划，指挥中心嘛放列出院甲解除隔离的条件。国民党反内底公投跟公投北大选，送105万份的人数到中选会，若属通过，会伫8月2日投票。高雄玻璃艺术特区今仔饭店一间店家着火，3点外才拍花，市政府表示营运未受到影响。新闻先来看台湾甲保留规划旅游气泡，上紧会伫这个月中就有决定。目前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采取立时通道的模式来进行。昨下晡嘛已经甲外交部、交通部来做讨论。早起部长陈时中到立法院备询之前嘛讲，目前会希望出团的旅客唔免搁居家检疫。天然的美景配那天白云，行程当中还阁会当畅水味，甲海底近距离接触。进前讨论真久的帛琉旅游气泡可能会实现。外交部伫今年1月份去帛琉参加新任总统就职典礼的时阵，邀请国内旅游业者做伙去帛琉先看卖，甲当地官方单位交换意见，嘛考察观光的景点，规划未来可能的旅游动线。我们第一天其实是落地之后，我们还有进行1天的隔离，然后之后第2天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会议，然后第3天我们才有出海去采访一些比较户外的水上的体验。全程其实我们都是佩戴口罩的，然后每个地方就是都会有很严格的就是消毒，然后甚至我们在旅馆的时候是有专门的电梯通道。业者表示，疫情了后旅游形态会甲演过无共款，为了甲防疫做好，启动旅游气泡了后，出团的规模会先较细，人数控制伫10个人以下。专程是采用团进团出，嘛会甲当地居民保持社交距离。若是加上防疫的成本，未来团费一定会抵得起。另一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台湾帛琉的旅游会采用绿色通道的模式来进行。下晡疫情指挥中心甲外交部、交通部讨论较有路的部分，出来安怎来执行，嘛伫立法院加做质询的焦点。如果顺利的话，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启？跟委员报告，我们还在跟帛琉在谈论当中。我方要基本上要怎么做那跟外交部跟交通部来做沟通，那余下就由交通部跟帛琉来做沟通，基本上朝着没有居家检疫的这样方式来做。根据旅游业者掌握的信息，未来台湾甲帛琉互通旅游，嘛传出航班禁止坐甲满，上侪坐7成的人。逐礼拜会当飞的航班，业者是希望逐礼拜8班的飞行机的扣打拢会当飞。不过确定的方案内容，还阁有启动的时间，还阁会当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今仔日增加一个对洪都拉斯入境武汉肺炎的病例。另外讲到咱国边境嘛，豆豆开放，嘛有未少捌伫国外喂着病，回国又搁验出病毒的案例。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最近讨论嘛，决定讲，未来这种个案只要确定伫国外检验报告无问题，采检的 CT 值嘛超过34，抗体是阳性，符合这3个条件的人，就使提早出院解除隔离。最近陆续有国外确诊新冠肺炎，经过治疗了后采检阴性，返台了后，搁服用确诊的个案。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即马确诊者该隔离标准需要住院了后2摆 CT 值大过34，也是1摆 PCR 阴性加 CT 值大过34，也是2摆 PCR 阴性。验过未来将评估国外采检报告真实性。若讲个案 CT 值超过34，加抗体出现阳性，真可能就会提早互患者出院解除隔离。看理阳性的话，表示他至少已经感染了2-3个礼拜以上。那 CT 值要那个大于34就表示说他的那个浓度是很低的。李炳英表示，未来类似个案会当来哪济？那将接触者全数列为离厝隔离，社会成本增加真济。保证专家已经初步共识，专案等待指挥中心核定了后，就会上路。出发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泡泡，目前朝向无需要离厝检疫的方向来做。对此，专家认为会用力，让国民众返台了后，有还需要自主定控管理。感染的风险实在是非常非常低的话，就可以考虑说，就不要做一个严格的那个居家检疫这种规定，大概只要一段时间的自主健康管理就可以了。
另外，未来自新冠疫苗了后，民众敢是优先爱挂喙罨。李秉颖强调，疫苗会当预防重症，不过无保证袂感染。民众若讲出国到疫情高风险的国家，也是爱定洗手、挂喙罨，才会当降低防传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发动2个公投联署案，到送件多好2个月。早起，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立委林为洲等人，摕到反内地公投跟公投北大选的105万份联署书到中选会交件。国民党呼吁中选会立场爱中立，若是通过审核，这2个公投就会伫8月28投票。在反内地公投甲公投北大选的联署书，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立委林为洲等人为国民党中央出发，沿路发出反内地故事案828拼公投的口号，一路护送105万份联署书的6台卡车到中选会送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华民国有公投以来最高的公投联署份数在我们面前。不是交完了以后就莱猪就不会进口，还要在8月28号用投票哦，更难呐！老实讲，比联署更难的公投投票要走出来，到投票所去投票。为国民党正式发动2公投联署到送件多好2个月，联署数量分别是反内地52万8800张，公投北大选是52万2050张。国民党向中选会发挥希望扮演重要角色，公平公正处理联署书，那早些顺利将伫8月28进行投票。江启臣指出，这段期间会全力下乡到各地宣讲，甲民众互动维持热度。国民党立委团也利用送件的机会拜访中选会，对这一天的立法院新会期委员会调委选举出现绿白合作，敢是蓝白合发局。江启臣指出，会当证明本来就无蓝白合。那蓝白合本来就没有这件事情啊。上次我也说过嘛，那一个论坛而已，大家要过度解读，我也没有办法。那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嘛。政党之间的竞合是很正常的。今年8月，江启臣要争取党主席连任，也不过期在有声音点名，新北市长侯友宜才是上好竞选。江启臣表示尊重大家意见，伊认为今麦上重要的是国民党爱做出对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最近发生几件枪杀案，行政长苏贞昌表示，目前的民调显示，治安满意度阁算真高，警方破案的速度嘛算真紧。也不过最近1个月，全台湾就发生6件的枪杀案，有立委嘛呼吁政府应该重视警察的边境会所老化的问题。高雄市伫1礼拜内发生2件街头枪击案件，引起治安恶化忧虑。行政院长苏贞昌初到立法院备询接受访问时阵讲，民调显示治安的满意度依然真悬，只是警察受杀难免，这算是突发事件。突发的治安事件、情杀、仇杀难免，不过我们都看到警方在第一时间就破案、逮捕嫌犯等作为非常有力，但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有计划的破获相关有关犯罪集团。苏贞昌也强调，警方伫第一时间就破案，针对有枪制造枪会加以惩罚。虽然苏贞昌对治安挂保证，不过伫最近1个月来，全台湾总共发生6件枪击案件。2月23，台南甲台中拢发生枪击案。3月初2，高雄发生掠人勒索歹徒夜枪拒捕，互警方用枪拍死。伫初7同一天，桃园、台北甲高雄自北到南拢发生枪击事件。也互外界担心，枪击改造问题真严重。对于这么严重的议题来讲，讲的稍微有一点太轻了一点哈。我还是要呼吁苏院长，你有能力可以看出问题之所在。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警力老化的非常非常严重。立委呼吁政府爱重视警察能力老化问题，对地方的警察局长换了正接，希望中央治安就要回归到专业，唔通什么拢看政治方向。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推动开放国会行动方案，今仔正式上线。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这个方案会使让立法院的主席如何公开透明，帮人民会使方便参与立法院的议事、监督立委。网络报告界哦，嘛会使让台湾甲各个国会连接如何利便。
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甲行政院政委唐鸿白规排，宣布要让台湾立法院运作过程更加公开、更加透明的开放国会行动专案正式启动。有越来越多人民参与国会运作，必定能够促成更好的国会议事品质。有更好的议事品质，也必定能够提升国会的形象。 获得更多人民的信任。这个方案在立法院决议通过了后，嘛设立国会历史上头一个官方甲民间共同组的委员会，嘛推动立法院的会议线顶收看，设立国会资讯平台等等的事务，符合国际开放政府东华关系联盟 OGP 提倡的精神。外交部长吴钊燮指出。 OGP 在全球有78个会员国，台湾虽然还不是会员，不过差不多当年拢有受到邀请参加，嘛会持续甲台湾理念相外的民主国家来做交流。民主就是多元价值中间的对话，那也就是只有在这种全民参与的情况之下，我们才真的能够去落实随时随地。Taiwan's dedication to open government will undoubtedly serve as an inspiration for all those struggling against powerful forces that are seeking to control, surveil, and repress citizens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Taiwan is a frontline state facing threats every day to its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is coalition of freedom. 关注开放国会、甲开放资讯等等议题，美国国际民主协会 NDI 嘛宣布伫台北成立办公室，而且会甲立法院签订备忘录，双方嘛预告会展开更较侪合作。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马放弃要用武力统一台湾，国防预算佮继续的增加，是咱国的16倍。新任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强调，讲中共的武统口号唔捌停过，现在已经等好，国防部会恢复甲美国的军事交流。美国的海军情报局调查嘛指出，解放军伫4档后，军舰的数量会有400只，对各国拢是威胁。中共武统还没有停止过。 他口号也没停过。面对中共加强对台文攻武吓，放话讲袂放弃武统台湾，国防预算如果是咱方的16倍。新任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国军强化建军备战，袂当要敌人的鼓动，严军就要有判有多几种可能性。伫总统蔡英文伫咧年内所推动的无对称作战的国防改革，邱国正也第一遍对我做说明。兵力少，那就强化火力。 火力再强，但兵力如何运用，这就是交互的。国军在这一方面不会停顿。根据国防部送立法院的资料显示，国军将会透过指挥变变化、科技取代人力、火力取代兵力做建军的原则。受到疫情影响，台美军事交流中断1年，英国即马疫情较稳定，会慢慢恢复甲美军的军事交流，可能会锁定海上安怎歼灭敌人，反制中共军舰。 因为美国的海军情报局的数字指出，解放军伫咧4年了后，军舰的数量会到400只，海上的威胁增加。我们每年都会来甄选一些优秀的军官，到国外知名的一些智库来进行研习。 We maintain our long-standing commitments as outlined in the 3 communique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6 assurance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assist Taiwan in maintaining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So our position remains the same. 针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求拜登政府要确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白宫发言人沙奇回应讲，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明确不变，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有效的自我防卫能力。 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白宫的发言人伫记者会顶头访问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求拜登政府要确实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的问题时阵，发言人嘛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正明确嘛袂变。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伫例行记者会，针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求拜登政府确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讲法作出回应。 While our position on Taiwan remains clear, we will stand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to advance our shared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valu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e maintain our long-standing commitments as outlined in the 3 communique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6 assurance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assist Taiwan in maintaining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So our position remains the same. 王毅是伫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遍会议记者会表示，台湾问题无退让的空间，要求中美双方要遵守无干涉内政的原则。
因为包括新疆、台湾加香港的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另外，中国国防部公布2021年国防预算，比去年增加6.8%。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对此，刘玉辉讲，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有权利与国际社会正常交往。台湾的前途更只有台湾2300万人民有权决定。对台海两岸国际到国际关系，中国强调一中原则无退让的空间，也和美中台三方面未来竞争合作挑战正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已经开始注疫苗，也毋过昨又个传出讲有人注中国疫苗不幸过往，这嘛已经是香港的第3例。另外，针对爱国者治理香港的政策，香港政府昨公布讲有将近200个公务人员拒绝签署效忠特区维护基本法的声明，所以会防死头路。香港政府伫今年1月向公务员发通知，要求4礼拜内签署效忠特区加拥护基本法的声明。港府态度正强，讲公务员若未签，会看情形将之聘用。港府统计到这个月初8，大概有200人未签，所以安排有关人士离开公務員嘅職務。因為如果即係公務員拒絕簽署聲明，去接納同埋承擔呢個基本嘅責任咧，咁對於即係我哋嚟講咧，會對佢嗰個嘅即係會失去嗰個信心咁所以咧我哋會跟個機制咧係跟進。中國全國人大會議喺初8開始審議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嘅草案，應該喺10月通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講，中央改革香港嘅選舉制度，做到愛國者治港，這唔是一個救贖民主派參選嘅空間。而家我哋唔係要去處理民主派，我哋係處理一啲咧不愛國、不愛港，係破壞香港嘅穩定同埋繁榮。係甚至會挑戰中央嘅權威，係勾結外國嘅勢力嚟到去制裁國家、制裁香港。林鄭月娥要處理嘅代志，一個疫情，喺初8暗9點，港府甲最近傳出一個確診嘅尖沙咀花園大樓，列做受限區域，要求區內人要喺咧初9透早2點之前接受採樣，早起7點之前完成行動。等緊係檢測，其實就係。有風社嘅注射計劃喺咧傳出，有2位4大人自中國嘅科興有風社死亡了。初8又個傳出有1位71嘅4大人，相關係自科興有風社了不幸死亡。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講，這位4大人無重大病體，死亡原因也該查。不過已經和香港民眾對有風社有淡薄仔擔心。記者綜合報導。英國英格蘭區嘅校園設備全面開放，這是解封嘅第一階段。也毋過，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這只是打開始，馬爾代嘅防疫未使放零。另外，歐洲嘅意大利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萬人，官方嘛批准65歲以上嘅老大人會使注 AZ 疫苗。美國有上新嘅規定，是講有注疫苗嘅人去參加小型嘅聚會，會使唔免掛喙罨。喺英國倫敦嘅路嘅公園加公共場所，會當看到真濟人伫咧運動散步。朋友也坐來最近啉咖啡開講。喺封鎖2個月幾了，英國初8啟動解除封鎖4階段計劃第一階段，包括英格蘭地區嘅學校重新開放。社交限制也放零。I think it's a really nice time for spring, to enjoy spring rather than just stay at home being locked down. 英國首相強生提醒講，防疫永遠袂當放鬆。目前規劃第2階段解封是4月12開始，商店、鐵頭門店、健身房加豪華餐廳重新營業。第3階段5月17開始，各在擴大群聚嘅容量。第4階段自6月2日開始，解除社交距離加接觸嘅限制。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today's return to schools will of course have an impact o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We will be driven by the data. And with the number of patients being admitted to hospital with COVID each day still around 8 times higher than the lows of last summer, it's more vital than ever
to follow the rules. 意大利伫咧吹杯宣布，建议65岁以上的士大人会当自阿斯特捷利康有放射。会有这种决定，被认为是甲感染死亡人数已经到10万例有关系。在此之前，外界对这种有放射有安全的疑虑，不过伫咧正面的科学证据一直出来了，法国这个月初宣布开放65岁以上士大人制，早期德国也得宣布。Anamnesi e 25 postazioni di proprio somministrazione。美国疾管中心伫咧吹背更新防疫指南，已经做过有放射的人，伫咧室内甲同款做过有放射人做伙时阵，应该免挂喙烟，也毋过应该避免无必要旅行。同时，伫公共场所爱甲喙甲鼻啊捂掉的，一寡做过有放射的人，甲另外一寡无做过有放射，也毋过低风险的家庭做伙时阵，也当免挂喙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国内可化真严重，经济部长王美花指出，新地科学园区会使乌井来使用，引起真侪讨论。行政长苏贞昌今仔是讲，政府伫3冬前就开始乌水井来准备，互可化的时阵会使来使用。即届可用的水井加起来比新地水库的水更较侪。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表示，目前种种的方案会使保证讲5月底之前水更有够用。伫最近欠水，经济部长王美花提出，各项园区厂商会当造井储水，引起各界议论。行政院长苏贞昌催告讲，其实3年外前，政府就已经投入20亿乌抗旱水井，超前部署。这边启用部分的水井，甚至是比规座新的水库的水也更加多。如果没有这个水井水源，新竹水库早就干了。这个园区早就没有水，新竹早就没有水可用。幸好3年多前就开始有这样的凿井抗旱。苏贞昌讲，即马厂商若想要申请造井，拢爱照程序来。只是到底要安怎确保5月底进前用水有够？经济部长王美花讲，目前伫咧供水。桃园以南确实较欠，经济部除了抗旱水井，还有土地干线、新竹的海水淡化厂等闭源调度方案，3方面做连做来应付极端天气。每天可以有20.5万吨的水，那另外海淡厂那个新竹的海淡厂每天可以产出1.3万吨，那另外就是抗旱水井等等厂商的节水，还有非工业用水的节水。大概这些都是过去都已经在处理的，也都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他过去就说，你说缺水啊，大家喊老半天，突然一次台风来了，水库要灌满，就不提那个问题了。对于政府所提出的水井应用措施，江总讲，其实这寡引水调度伫咧过去拢有伫咧做。不过，这个来当解决底层的问题，希望政府唔通这个来针对工业用户节水，应该全面做伙做。另外，水井要做合理的调整，也个开辟新的水源，这当自源头改善台湾欠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布农族6年王公路失火案，今仔进行研述辩论。早起有真侪原住民的成员团体伫司法院头前起龙宴，希望大家会使来了解因传统的拍蜡文化无侪。树叶挂网坑落互导火，龙烟开始清起来。无论的6人王公路甲几啊个原住民团体，同齐伫咧司法院头前，透过升龙烟的仪式，传达拍蜡文化无侪、法律违宪的信息。而且尔激动，是因为8年前王公路因为因妈妈有血啊，真少年山顶野味，所以举家己做的长枪去拍野生保育类的动物，怎去互判刑定刑。虽然非常上诉了后，这个法院裁定停止审判，嘛申请释宪。不过原住民以传统文化野枪拍蜡去互判刑，引起外界质疑讲，目前的法律有违宪的疑虑。除了王公路，还有卑南族的族人潘志强，还有几啊个法官嘛申请释宪。最高大法官头一届召开研述辩论。狩猎是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但是自制猎枪却不是。所谓自制猎枪，只是主流社会强加在原住民身上的想象。我们主张给予原住民猎人有一个
符合科技安全的猎枪是非常重要的。大法官整理争议的点内底，包括原住民族掠野生动物敢爱有事先的许可，甲空气枪敢爱列入去原住民会当使用拍蜡的枪的种类。申请的人质疑讲，法律规定原住民敢会当使用家己做的拍蜡的枪来拍蜡，不过这种拍蜡的枪结构伤过简单，枪支伫咧枪内底爆炸的风险真悬。原住民使用了后，伤亡意外渐渐出现，嘛认为讲拍蜡采事先许可的制度，原住民的蜡人毋但无法度预测会掠到什么款的动物，嘛违反着因的信用甲禁区。基于强调枪支的低效能，同时要符合狩猎的需要，仅开放前膛枪。因为低效能在于低治安的危害性，并不是在于所谓主管机关仅提供落后的、破旧的、不安全的狩猎枪支。因此，在立法目的跟手段之间存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对原住民来讲，到底会当有啥物款拍蜡的枪？内政部甲警政署认为讲，虽然宪法保障原住民拍蜡的权利，不过拍蜡的工具应该要受到规范。另外，这个争议的点，还佫包括拍蜡文化甲野生动物保育等等的议题，拢会伫咧规定的时阵，佫进行攻防。记者综合报道。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日本受到真大的损害。迄当时，台湾人捐出至少200亿的日票来帮助日本灾区。日本一直拢真感恩。今年地震发生10周年，外交部表示，明仔载开始，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来办展览，招待做伙来看迄段过去。在从3月10，就是从明天开始到21号为止啊。在我们华山园区呢主办，在这个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主办，还有我国的文化部，及中华文化总会协办，在这个华山文化创业园区举办日台友情10周年东北友情特展。咱伫关系协会强调讲，除了展览，拜六个礼拜华山剧场阁有音乐会，嘛展示来自日本东北地区农特产品。伫3.11大地震发生10周年，因特别趁这个机会来表达日本对台湾的感谢，望讲台湾甲日本两国友谊会使愈来愈坚定。再来看世界鱼鳞产业状况的报告，今年是由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摕到授权来发表。报告是指出，鱼鳞伫全球发电总量的比例已经大大减少。今年全球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嘛头一遍已经超过核电了。今年8月，国内特别来举行核市场客公投案，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摕到授权，发布2020世界核能产业现状的报告中文版，指出核能伫全球总发电量的比例为1996年17.5%的高峰，慢慢在下降，到2019年才剩10.35%。讲核电已经是变成夕阳产业。其实全球的核电它基本上是处于一路下滑的一个趋势。那核能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新建核电厂并不是世界的趋势，你可以说它是中国的一个趋势，但它绝对不会是世界的一个趋势。报告嘛针对福岛核灾10年提出观察，指出在后电厂内底用过的燃料碎片的遗毒进度非常慢，除有的效果嘛有限，只有1.8%的灾民重新返去家园。到去年2月，累计有237个人诊断是恶性肿瘤，或者是敢若有甲状腺肿瘤。核灾进前有54则反应炉发电占3成，在后机组的重启并不顺利。已经经过重启程序审查合格的，目前有9座反应炉，但是实际上真正运转只有4座。那发电占比目前是占7.5%，重启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顺利哦。这份报告嘛显示，全球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慢慢在成长。2019年贡献10.39%，首都领先核电的10.35%。世界各国伫再生能源的总投资超过3000亿美金，是投资核电的10倍外。记者林曾志成台北报道。天气真稳定，国内各类菜又搁传出产量上过济，绩效真歹。农粮署嘛启动各类菜外销，今仔分林的利润，各菜市场准备要出口4个货柜80吨的各类菜外销到美国加州、新加坡、甲日本。富林利润国菜合作社人员会将要出口的各类菜整规，因为这各类菜将出口到美国西岸的加州。近期因为国内气候稳定，各类菜生产过剩。导致价小落价，农粮署梅下农产合作社将拍通各类菜外销通路。摆接到订单是迄个美国有20卡啦，新加坡有5卡啦，
有计些有日本的，咱顶礼拜嘛有增加韩国的，所以目前对咱稍微有生产过剩的高丽菜有渐渐个消化掉。农署表示，台湾初秋的品种高丽菜含水量高，真脆阁真甜，和中国、韩国、日本硬种的高丽菜口感无同。这届特别将高丽菜外销到美国，克服中途运输移零的技术，要将国内生产高丽菜抛到国际市场。我们的橄榄菜运送到美国去，这个距离有10754公里，那这么长，总共要大概16到20天才会抵达。所以在我们这个初秋要运送这么长，同时经过检疫之后，要能够在他们的市场来贩卖，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农署就讲，9号当时有4个高丽菜货柜将出口外销，分别送到美国、新加坡和日本，总共80档。卖积极来辅导产地办理加工，扩大行销和拓展外销，消除国内高丽菜生产过剩的问题，卖当帮助农民来增加收益。记者用为你报道。来看台南7股的头顶叶沙洲，有人记是台版的撒哈拉沙漠，最近所有人甲车驶去顶头。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一档就抓到14件违规，上最会使罚3000块。罕见的山地景致，小接海岸线，这就是台南7股的顶头叶沙洲。看起来像一片沙漠，有台湾的撒哈拉沙漠之称。附近有国姓灯塔，这几年来已经变作是热门的观光地区。不过，虽然有民众违规来遮驶吉普拉车皮车，我遮无早嘛，就拢入去，因为迄要安那咱唔知影，莫互人车去较安全啦。出入口唔有牌拿早，有采购示牌，主要就是因为这片沙洲是特景区，若有车辆出入，惊会破坏这的动物生态甲山地景致。若是违规硬路，嘛有可能飙车，造成危险。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自去年3月到今年2月底，已经处理过14件违规车辆驶入沙洲的案件。因为尤其在整个国人灯塔，它是整个特别沙洲很重的特景观，那可能进去会破坏的等地形或地貌。那它在整个台湾国园是一个很重要的湿地的生态环境，那对整个湿地的景观生态会造成可能不蒙昧的破坏。过去嘛有处理过游客驶车入沙洲的案件，但是也无济，差不多1-2个月发生一件。不过近期违规的，敢若今年的1、2月就处理7件。管理处怀疑是有特定的社团在违规，嘛呼吁民众违规者通照国家公园法第26条，罚款1500到3000。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来守护这片美丽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玻璃艺术特区一间叫做本东仓库的店，今仔饭店点外的时阵着火，因为一楼拢是柴烤，火烧甲真严，透早3点外才拍花，火甲这目前是无电缆。市政府嘛表示讲，这营运暂未受到影响。9号半暝1点外，高雄博尔艺术特区火光闪闪，大火对本东仓库内底呛出来，消防队经过2点外钟，才将火灭掉。400几平的仓库，互大火烧甲厝顶拢崩落，规间乌麻麻。火调人员一透早嘛来到现场调查起火原因。因为它毕竟是老的建筑，它不可能依照新的建筑法规来进行哦，所以它通常都是以相关消防的因应计划来处理。那透过这一次的事件呢，我想我们也来全面来检讨如何强化这方面的这个功能。死者表示，本东仓库虽然无文资的成分，但过去拢是用文资的方式保存建筑。建筑本身有真侪稀土气。2013年开始由画家李金伦伫内底经营文创商店，虽然有保火险，但目前也无法度估计损失。原作没有在这边，是多少国内的创作者的作品？这个我无法回答。因为没有仔细去记住这些细节。因为店内甲仓库附近有真侪猫仔狗仔，店员一透早嘛真着急伫找倒有活的猫仔狗仔。高雄市政府表示，本东是博尔25个仓库之一，其他的仓库并无受到牵连，所以刷落来电缆也是月底的大港开唱拢未受到影响。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花莲市中原国小附近最近常常有臭味，民众嘛向环保局来检举哦，发现讲是有农民使用鸡屎来当作有机肥，也毋过方法无啥正确，环保局嘛对因开出罚单。来到花莲市的中原国小大门口对面，就是这块农地传出臭味，那附近居民挡袂掉，就连100公尺外的航恒树生拢闻到。
窗户只要一打开，就是会闻到这样的味道。我还想说，会不会是有死老鼠？就是真的蛮臭的，对，然后还是像大便的那种味道。附近居民向环保局检举，调查发现是旱之蚕，这种黑色的设备，伊是鸡屎所做的，虽然有机，但过伊规定需要掩埋，若无造成臭味，依废清法第11条规范。建议地主如果真的要使用这些有机质的肥料，是不是能够考虑先用掩埋的方式来处理？因为我们目前还找不到这个行为人，所以我们今天还会直接到地主家，我们会先裁处到依废清法1200到6000块。环保局强调，若讲找袂到农民会追究地主责任，若无改善，会当按日连续处罚。此外，也会要求农民将遗毒通知外口有机肥，避免恶臭继续影响空气品质甲环境卫生。记者综合报道。车躯背伫国际上有受到保育，也毋过伫咱国内更毋是保育类，所以嘛愈来愈少。去年台东县政府甲海洋委员会合作，伫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放51粒的车躯背，经过一冬哦，目前阁有47粒，存活率有9成，成绩阁袂歹。去年3个台东县政府甲海洋委员会合作，总共放流51粒车菊贝。交予三环湾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护育，志工逐工拢伫咧遮巡，并且记录成长的情形。志工讲到即马，车菊贝已经适应当地大潮环境，有47粒活来，国家原生的11粒车菊贝，今年热天有可能看到因死亡。大小也有到20几公分的啊，30几公分的都有啊。今年度如果 OK 的话，他们有机会就是有排卵的期间的话，可能就会有小的砗磲贝的状况出来。砗磲贝是海底大型的贝类，色彩正水，别人叫做海中玫瑰。华盛顿公局该列入保育物种，但过咱国内是也无列入保育，常常互人掠，数量愈来愈少。台东县保育存活率超过9成，是本岛第一个保育成功的地区。那我们台湾目前有在富裕砗磲贝的，就是澎湖的水试所。那我们有委托他们来协助我们台东县政府来做一些岸边的一些砗磲贝的放流。国家河讲，今年的国家海洋委员会合作，伫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放流更加多砗磲贝，慢慢恢复族群的数量，也希望提升渔业资源的观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有登记的家友有312个人，有希望台中市劳工局帮因找头路的有119个人哦。也毋过劳工局嘛讲家友还无稳定，大部分拢是做工哦。嘛有家友反映讲，因年纪大了，真歹找石头，割散割破病，日子是真歹过。对，还未60岁，透早就到家友服务中心洗手面。伊原地有固定的工课，毋过去年互人洗头路了后，就伫外口流浪。因为年岁大，佮破病，要找头路是难上加难。工课只会当有一工做一工。一个工2点3拢歹请。为虾米？年纪有想要请，大较困难啦。连车无问题啦。若60外岁阿元，伊过去是公务员，捌做过监工，毋过去年变做家友，这款日子，互伊想起来，阁真惊吓。长达是多久？我忘记了，应该是快1个月。这很恐怖，真的。你自己不救自己是没有用的啦。每礼拜2，伫台中市的社会救助站6号合作社，家友若需要协助，会当来遮，劳工局的人员会替因找适合的工课，阁会陪因上工。保全的话比较多是就是社区的那个嘛管理跟警备这一块，我可以同你过去，好，然后我们一起去面试。台中市到今年3月为止，总共有312个家友，3个月就增加23个人。社会大环境和今年的家友人数也悬，不过实际上有劳动力的，敢若有104个人。台中市劳工局2冬来辅导75个家友就业，成功率有63%。有119个，那我们有媒合75个，所以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大概都是以周为单位，或者甚至有的就是希望能够做1天领1天的日薪。台中市劳工局指出，家友通常以领日薪为主，上长有做3个月，平均工作的持续性是1礼拜。不过，若真正有心食头路，其实拢会当顺利离开家头。目前全台湾，敢若台北市甲台中市会当陪伴家友就工，落尾阁继续追踪辅导，希望会当帮助因度过人生的坎站。记者综合报道。
消费者面对广告的宣传，目睭就爱上好紧哦。一寡营养品也是化妆品，拢会宣传讲有医疗的效果，其实这拢是违法的。去年伫新北市都有将近1000件违规的广告，拢总是罚款4000多万。为着要吸引消费者注意，无论是社群媒体、网络或者是电视，拢会人看到各种食品、化妆品或者是药品的违规广告。敢若伫新北市去年就开945件，总共4077万2000块的罚款。其中电视违规广告案件比例超过一半，第一遍超过网络案件，其中是以厂商宣称医疗效果加夸大不实上罪。我们发现电视的这个违规广告的比例已经超过网络了，已经超过网络了。尤其是这个电视广告部分，像前3名，东森、Momo、Viva。新北市统计，化妆品全年罚上罪前2名是德系公司的日本发质泉药物款辉魔法龙水精华，加无沾玻尿酸去疗粉成剂。食品类的违规广告内面，盛汉公司总共被罚570万。伊的产品强调秘方鲜榨乌梅降血去湿茶，讲会当防止血管塌掉、镇痛、抗肿瘤。另外，富家利公司的爱视精精量优先组，甚至讲本来目睭看无人会当看会到，也被罚204万。改善视力模糊240%，提升夜视能力290%，视神经再升350%。它既然不是医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就是一般的食品，它不会有短期这么好的功效。卫生局提醒，亲像食品内面讲会当互敏感大、药散、消除黑色素、攻击癌细胞、阻断脂肪燃烧，互软骨再生、增加免疫力，拢已经涉及科学实证的医疗效果，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消费者目睭爱赔付金，才袂开大钱如果伤身体。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学生表演艺术比赛已经连续2档停办了。有家长跟学生就质疑，之前高中联赛、篮球联赛办甲热闹滚滚，小巨蛋拢是观众，嫌总统、副总统拢去看比赛，为怎样表演艺术的比赛就袂当办呢？早起毛立伟要求教育部应该重新评估。上万人入场，高中篮球 HBL 总决赛顺利结束。不过，伫咧原本会当参加全国表演艺术类竞赛、团体赛的学生看来，煞敢若感觉无公平。我练琴练了4年，牺牲寒暑假练琴，团体赛却要停办，让我觉得很不公平。就在我们把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我们却被告知我们不能比赛了。但是为什么其他的比赛还在进行？上万人的球赛会当拍，全国表演艺术团体赛煞就爱停办。有家长讲，互囡仔问到是安怎标准无共款，煞唔知要安怎回答。从第1年，很不甘心想要比赛，从第2年听到停赛，我老大的心情是说太好了，不用比了。我反而担心了，他代表他自我放弃了。民众党立委罗香玲甲苗栗县议员李焕强指出，教育部2月20搁再召开会议，有关决定要停办，理由是比赛期间较长，评估无法度落实防疫。不过，步入桃园病院的危机早就解除，体育比赛嘛会当互上万人入场。全国表演艺术赛若是会当甲防疫做好，敢会当重新思考恢复举办呢？我们甚至可以没有观众我们只要给小朋友比赛的空间。家长表示，全国表演艺术竞赛团体赛已经连2档停办，对囡仔的影响是真大，所以提出专员骑名制，规团出入，比赛无开放，也个会当挂吹暗来走角去等等的4大防疫措施。教育部回应已经请防疫专家、表演艺术的专家学者，甲各县市的代表成立专案小组，来讨论线顶观摩活动的办理方式，甲刷落来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6届保安宫已经去40多档，庙门顶头的门神漆嘛拢落实了。婚礼的灵感国宝洪平顺老师，就带学生来遮，教因安怎来整修，嘛或者学生实际来练习无？学生甲老师做伙来维护这件完成的作品，嘛是真难得的经验。看人间国宝洪平顺老师一笔一笔斟酌，甲幼路的线条画出来。这是台南市6甲乡的保安宫，伫这洪灾中段关税已经有300多档的历史。保安宫现处时的建筑嘛有40档啊，庙门顶悬的门神嘛开始有落实。
所以原底作家也就是传统彩绘国宝艺术洪炳顺，就专工为婚林来到台南六甲，修复伊英国作品。我知我较在施作风格嘛吼，看某方面有需要个调整，我差不多方向是安尼啦。我那部迄边遐有种当一个医生伫我家，当然你嘛是第机会，我们去了解修复的迄个风格啦。已经超过75岁，洪炳顺即摆还阁真用心咧创作，甲指导侪学生、艺生，传授伊一生磨练出来的彩绘功夫。即摆伊也带伊的学生做伙来到六甲修复保安宫的彩绘，希望会当借这个产学合作的机会，增加因实际操作的经验。有那个使命感，做一点工本位而已，把这个他以前的作品来把它修复了，一些细部的手指啊，或是一些比较精细的武器的一些泥塑都已经有脱落了。他也希望能够来这边协助来这边复原。另外，原底是来协助修复彩绘学生，嘛注意到门口的莲花啊有起角啊，佮主动提出要来斗修复，将即马已经真罕见的红门涂做的莲花啊复原，透过师生同齐用心维护，希望会当互庙宇丰富佮珍贵的传统艺术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的菜刀有800款，婚姻卖了有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刀仔店哦。因到呾，阁是用上传统的机器，搁人工来拍菜刀。有人客一支就用20外档，搁食好斗小报，招亲戚朋友做伙来交关。天啊，烧甲红叽叽，机器一个一个大力在讲，一个铁片就变做家家户户拢有在用的日常用品菜刀。袂少人客专工来买，因为因讲这款手工的菜刀是来滚来用，一支就好通用20档。好，这间我毋敢买20-30支咯，啊，我人买去台北吼，一支卖人20块，因为菜刀袂使送人啊，足大足好吃的。然后我儿子还没出生，就那支刀就已经买了，这样不夸张，真的是20几年。这间伫婚林卖了中环宫头前的菜刀店，已经经营超过100年，传承到第3代。第3代头家吴永贵，到即马也是用上传统的方式来拍刀，火炉的热度、眼光的温度爱降到偌低，有真侪眉眉角角爱注意，这拢是一支刀敢有用的关键。你用火爱足重要的，甲做好。你眼光嘛足重要的，爱足专心、足注意的。虽然加足久的，再来买一摆无毋对。毋对，咱有成就人家好用，伊会阁介绍人家来买安尼啊。第4代即马咧上班，伊讲等下我退休才要倒来接。过去婚林卖了有几落间刀店，毋管是灶骹咧用的菜刀，也是做事咧用的草架啊，拢有咧卖。毋过现代机器甲技师哪来哪进步，取代传统的工具，目前卖了敢若剩一间尔。已经做刀40年的吴永贵，坚持用手工做出高品质的刀。未来嘛，按算要继续传予第4代，卖互传统的功夫师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讲台语长时行，毛袂少人伫网络顶头做影片来教大家讲台语。其中有一个叫做台南妹仔，伊的影片真受到欢迎。伊的爸爸是台湾歌谣艺术周定邦哦，嘛是做影片的军师，咱嘛做伙来看卖。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大家好，我是台南妹仔。白话字简单用17个拉丁字母去甲声调组合，就会让家己写出来啊。听捌的报警内底有一位古锥的网络红人，台南妹仔 AYO， 伊毋若小解台语白话字，嘛要教大家安怎找台语的本调，了解变调原则。我想要知影歹人的歹，伊是本调是啥物？我就甲这个歹摕去放伫后壁，我想讲。做歹啊，所以伊后壁的阵伊就是本调，所以伊的本调就是歹第2调。今年27岁，台北艺术大学电影系出身的周家颖是演员、编剧、企划，嘛是导演。因为兴拍片，加上自细汉就对爸爸台湾歌谣艺术周定邦念歌做说唱艺术。伊讲这个台南妹仔 YouTube 节目的卡本幕后的军师就是爸爸。我是台语靠拍主安尼，对，若有台语也袂晓的物件，我拢随卡两问包，啥物件要讲安尼。我感觉伊拢会迄个想一寡诙谐，一寡出头啦，互人较好亲近的迄种的卡本，互少年人较好接近。
迄个台语安尼。台南妹啊，对家己作品的坚持，唔若受爸爸肯定，一路独立制作的辛苦，伫咧边啊，甲斗监督、斗学演的朋友，嘛拢对伊伫咧学，甲斗小听。一开始讲什么声母啦、棍母啦，迄个物件，其实迄对我来讲拢是种陌生，所以我就是看伊的影片来学，我嘛是迄个学的人安尼。其实我嘛唔知我的观众伫倒位，毋过我一直相信的是。我唔知影倒位有人需要，毋过一定是有需要，才有创作者想要做。去年台南妹啊用特别半冬的时间，伫咧接客西人旁完成8集的节目。今年伊也望得到文化部的补助，翕较侪和台语生活对话有关系的影片，继续伫咧网络创作，互母语路加更较丰富精彩。记者敏珍、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年底之前，有4个普通人会坐火箭上太空，其中有一个是今年29岁美国人亚西诺。伊囡仔时代就得到骨癌，后来甲倒骹手术掉，伊嘛会成做第一个上太空的癌症病人甲生长者。伊讲，伊希望伊的行动会使来鼓励当个对抗癌症的囡仔。由好野人艾斯克曼出钱，目标伫咧年底进前完成人类史上第一笔的商业太空之旅，会有4个人坐 SpaceX 的天龙号太空船驶地球5天。3、2、1。这段太空旅行也有另外一个创举，就是将一般民众送上太空。伫第一波所公布的太空人名单，把得到骨癌的少年女导师亚西诺被选到，伊也是全世界上少年的太空人。So I'm going to space. 29岁亚西诺自细汉就太空梦，伫咧美丽乐观的外表下，有一段辛苦的童年。伫10岁，互医生诊断得到骨癌。要去美国田纳西州的圣裘德儿童病院治疗，开始伊的抗癌之路。My disease is called osteosarcoma, and it's a bone cancer. It's very serious. If you don't catch it fast, it spreads. 1年外密集化疗，最后接受卡达夫换地手术，伫倒脚大腿装假脚。亚西诺经过复健了，怎么拢恢复啊？ To inspire these kids. By going on this mission, that to dream big, that they can do anything. 这边 SpaceX 的飞行任务有4个一般民众的位，分别代表领导、希望、慷慨加欢迎。亚西诺代表的是希望，成为一位儿童癌症的存活者，希望伊的故事会当鼓励更加侪伫咧接受癌症治疗的囡仔。I'm the first St. Jude patient to go to space, the first pediatric cancer survivor, but I know I'm not going to be the last. 虽然装假脚了行动受到限制，不过医生评估了，认为这袂限制伊的飞行任务。亚西诺将会伫咧这边的太空航行中担任医务人员，但所剩的连选名单拢出了，就会开始训练计划。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